什么人都一样。因缘果报，所以过去真正甲咱讲，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。欲你种世因，根深受者是。所以因缘果报，每一个人脱离不了。今仔日就是咱咧生活都毋免接受因果，哎啊，愈修爱愈接受因果。所以佛法思想，拢家己会讲一句话。这句话讲出来，可能咱大家免惊着来。家己若心理上有所准备就还好。愈诚心，考验愈重。我若安尼，我就莫诚心倒啊！我就哪来要心理心就好，就较无考验。愈诚心考验愈重，咱的业力愈紧过。愈毋修，愈毋考验，咱的业力永远拢低咧。请问你要欠较久啊？要欠较紧？要较紧行了也无爱行，啊？要较紧行了也无爱行，无爱行的永远拢低的。啊，若较紧接受，较紧当着，较紧过。别个嘛知影较紧当着，较紧过，较紧好，对无？所以因出伫这当中，咱一定爱知影，因为达到时间，就是佢所讲的涅槃。所以到时间嘛叫做涅槃。那迄个涅槃有时啊，佛法拢时常有咧说。佢所讲的涅槃两字，到时间简单讲，伊迄个立场讲叫做涅槃。那以咱俗语土话来讲，涅槃嘛是叫做死啊。哦，做人咧听着两字死，听着迄字生较欢喜尔，听着死着，大家拢会惊。其实毋免惊。自古以来无迄个无死的，啊，毋是安尼。但是呢，会惊无？会。所以涅槃，为什么白白一个人死？若好听讲，某某人往生尔，迄某某人为苦尔，迄某某人过身去啊，迄某某人死啊。但是佛，咱上毋捌听讲迄个要死啊，你吼，毋捌听人讲要死啊。无拢讲啥？讲涅槃嘛。那白白死哦，一个人死，会惊的。甚至嘛惊到出面头尾无啥工过呢。互我拢想讲哦，后尾菜啊先，六祖一往生，六祖一生道尔，伊的身，伊的肉体放伫都开发性是正迄个身躯，啊，搁低咧。大家烧钱要请倒去去办，啊，人白白伊嘛是死，嘛是这身躯中伫遐，啊，为什么有个人死呢？倒伫遐也要惊死，搁无看呢？棺材底面还有看，啊，为什么白白一个人死，六祖死嘛是死，一般的人死嘛是死，为什么六祖死烧钱也要请倒去办？啊，为什么一个人死人也要惊死？若像咱大家哦，我做个比喻啦，讲别人比喻歹听，若像学校后日断开喏，怎人要甲我请倒去办？莫惊死对无？毋爱别太吵人话，当时安尼。为什么会死叫做涅槃人？往生是讲叫做死，差遐远，差伫对咱敢知？差伫德性，德性好老板，互我做一个比喻，过去几年前。世界在流行行一个佛的舍利，几年前世界在行佛的舍利，佛道一起出去，所以我写一只佛道一起出去，遍游全世界，比咧行总统啊，美国总统还佫卡老热。一起出去尔，无规准哦。迄若若做规准请出来咯，我看少比咱遮咧行迄个大家电人叫咧行马祖，倒无迄节，全世界咧行诶，一起出去尔。那你甲想，忽然一起出去，
全世界的人拢在朝拜，拢在行。偏偏即个人嘛是死啊！咱中国自古以来，过去，莫讲自古菩萨啦，过去咱捌的人较真，较有人想咧行妈祖安尼，莫讲想咧行本个下年啦，想咧行后行妈祖，挂迄遐内底无有无？唔好看啊！无遐人啊得势，无遐人得势。所以有时安尼，咱家己小可，大家做一个互相鼓励一下。刀既然得着啊，菜既然食，天既然要收啊，甚至既然是几十年一路行过来，平安顺遂到即摆，爱安怎？行到。所以，有只人上句讲一句话，讲四字咧，大家拢袂晓讲。爱甲行到，迄行到叫做啥物？盖棺论定。所以达到道比间，要真正成就佛道面，爱盖棺论定。一句土话讲，死去钉也无定咧，袂当。无可能人了解咧。为虾米？有时啊，过去真正来讲一句话讲啥？讲五时先到，自时对。较早过去我嘛听过一句话，五时先到，自时对，有无？有。所以修法道过去真正来讲，修法道要退休咧。修法道要退休咧有影。修法道若退休哦，咱即个菩萨拢袂使退休啊。会使无？袂使。所以要真正达到道比间，要创造咱个人自信当中的和平，咱才达行到。所以第一个意义叫做道比间，第二个意义叫做道比间。道比间第二个意义叫做道无间，因为呢。若袂当依照咱个发这妙智慧来真修实行的话，若安尼，伫咱个人当中，无论成就什么款的境界，伫咱个人的生死，因为这个生死，伫咱一般凡夫俗子叫做分段生死，第二成人叫做变形生死，所以这个道无极，就讲真正互咱会当倒转到无极里天。但就是同款意思，就是道比啊，就是对到西方叫做世界。所以呢，咱一般人，咱有法度伫咱个人的当中，伫咱的肉体修持，咱只讲叫做招地修真。所以道无极就一定了，这两种的生死拢无。所以呢，会当依照咱发这妙智慧而修实行，若呢，咱生死两种的，拢会当有咱真正正道法。什么叫做分段生死？分段生死，互我做一个比喻，咱就听有。无论是咱人也好，无论动物也好，一世人对生到死，若较长，生到死，这叫做一段；由生到死，一世人，这叫做一段，这叫做长的部分。第二部分呢，一个念头生，一个念头灭，安尼叫做一段。那咱的念头产生到灭，紧也无紧，咱家己先读紧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念头，就产生一种的欲，一个欲就造成一个因，一个因缘若到，若安尼果报就有。所以过去诸佛再来讲一句话：起心，六祖所讲的。
起心则是魔。心念产生，就已经变成了果。所以才过去圣人讲甘会不如果，会也不如果，不如果是无做呢，参做嘛无。第一个就是心念产生，妄想一个起，叫做果。所以一个念头生出一个欲，一个欲就产生一个因，一个因缘啊，后果无就有，所以变成生死，这叫做一个小分段。动物都一样，所以若要以大生到死，死人，咱人几十年的春秋，甚至动物若伊蠓啊讲对出世到死，无一个方法，迄就是一段。搁另外一个意义，什么叫做分段？分段就是受时空的限制。时空的限制，也就是讲，无论什么时阵，咱拢有可能生命结束的时阵。什么人敢保证讲我要食到100岁？无人敢讲。所以什么时阵拢有可能咱会长，迄叫做时间的限制。甚至呢，什么所在嘛拢有可能咱会往生。无迄个讲如果我一定爱转来厝，你会使往生，无一定啊。所以时空也叫做时间甲空间，什么时阵，甚至什么所在，咱拢结束生命的迄刹那，所以迄叫做分段生死。所以咱来看，足侪人，咱台湾足侪去大陆佚佗的，佚佗做去死大陆的有无？甚至嘛，大陆去其他来到花莲佚佗。去伫花莲去互掂落，无找无心死。伊若知影我来台湾佚佗，去互死伫遮，伊也敢来呢，对无？啊，所以什么人都毋敢讲伊会去对往生，什么人嘛毋敢讲我什么时阵才要来往生，无可能。所以叫做分段生死。所谓之道无极，第一个叫做道分段生死，第二叫做道变异生死，变异生死叫做二成人的境界。所谓二成人。就是以佛的以佛教的立场来讲，佛教分做大乘、中乘、小乘。所以二乘人的境界，伊就是已经爱落在入了变异生死。因为呢，二乘人伊已经修12因缘法，修四圣谛，已经修圆满。所谓之，就是咱所讲的。声闻甲缘觉，声闻缘觉也叫做撇支分甲罗汉。这叫做二乘人。这个是境界。咱的二乘人为什么伊成就了声闻缘觉、撇支分甲罗汉尊者的这个果位？因为呢，伊五执有断，法执无断。五执有断，法执无断。所谓之五执，就是讲我见我思，我所看，我所想的，所以这叫啥？这叫做见思业。因为有见思业，所以才产生了见思的烦恼。五执有断，那因为法执无断，那法执无断，所以伊虽然是五执断，见思烦恼有断，就是咱一般所讲的讲，达到九品年代。九品年代好唔好？好。真好。为什么？咱若有当修到九品年代就对了。好汉毋是讲咱大家袂用啊，哪会当去去搁较好？因为九品年代当中见思业、甲定沙业有断，所以伊拄啊五执断是法执无断，所以成就二乘的境界叫做罗汉尊者。
到81品的印刷业有当，所以成就落汉尊者。但是呢，法制无断，所以法制无断就亲像啥？啊，就亲像种听道理，听道理好无？好唔好？好吼，听道理做好，但是毋通一条的啊。听道理做好，听着爱会晓运用，会晓去实践，毋通囥啊藏咧。藏咧若一条的叫做法制，简单讲安尼咱就听。哦，迄某物人讲道理做好听，我要来听。迄某物人咧讲哦，我较不爱去，迄嘛叫做法制。听道理是咧听啥物人讲，甲人讲啊。是要听伊个讲的真理内面，咱要安怎去体会？体会了后，要安怎去实践？这才是功夫。所以，毋知人讲一句话：摆嘛有一步。讲书较含慢，上步较只含慢，嘛有一步摊。安怎讲？无法讲起来，对无？无法嘛讲起来，唔要紧。啊，所以法执无断，就爱变成了变而生死。因为呢，变而生死。虽然修到罗汉尊者，拿依佛的时间来算，84000劫，一劫偌久呢？到今佛所讲的一劫偌久，无法度计算。但是呢，拿以佛的立场来讲，一劫就是所谓是咱人来讲叫做一世人。一个生死叫做一劫，蚊仔一礼拜伊生死嘛是一劫，一个生到死这叫做一劫。所以罗汉尊者二乘人，伊84000劫，伊毋免来轮回转世。有久无？久。但是若要甲讲紧嘛，绝紧。安怎讲？因为拄则讲。牺牲即是报的当中，一个念头产生，一个妄念产生，84000劫三那是过。有紧无？所以随时收到罗汉尊者可智慧，如果伊的一个妄心、一个起念，84000劫是到，所以伊爱搁倒来生死。恐怖，恐怖！伊有啥物人毋免？大乘菩萨较尾，安尼我有法度通生，敢有法度通生？有无？有。大家拢无肯定。为什么？互安尼讲，大家拢无肯定家己。这世修无成，来世搁修会成无？后世来修无成，后世搁再修会成无？一佛、二佛、三尊、五佛、二正就成经，佛所甲咱讲的二正千万佛，所证的诸成经当中，佛就是一世修成的。但是咱这将着天因殊德，诸佛菩萨老和尚甲咱讲，老师甲咱讲，要互咱这世修，这世成。咱拢毋敢相信，有影咱拢毋敢相信。无咱逐个来做一个，咱逐个来做一个强辩一个啦。这世修，这世成，敢肯定的人举手，敢肯定的人举手。要看，无几个敢肯定。为虾米？互我毋才讲哦，毋敢肯定啊。为什么毋敢肯定家己？可能大家拢想讲，后壁我来要讲啥话无咧？无啦，咱拢想伤济啊。后壁互较无附带条件啊。这世修，这世成，是不大家讲的。师尊老大年讲，毋是互我讲的。老师得我大年讲的，无变咱无叫啊。离婚嘛
生死，咱就只要变袂了啊，都变啊就变成生死去。咱免就真正达到倒时间。若无爱搁等咱知影伫当三过时阵来讲，爱搁等129600年呢？远无？有久无？咱甘嘛要搁等129600年嘛？若甘嘛要搁等129600年，举手一个。大家问我啊？对，我咧讲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这过程当中，咱一定爱去知影讲，既是真理天尊得着，咱既然持在所说真修实的，这世修的人这事情，咱爱真正放手定。咱若是无成咧，所以后边条件毋是条件，迄是老师甲你讲。如果这世修、这世成，咱若修无成咧，老师甲你讲死伊咧，足可真正足听人。咱拄晓这4字海定，咱要相信无？咱拄晓这4字海定，请了科学有影无影？为什么因为业力大？咱大家兄弟姊妹，包含无法在拢相信，袂歹笑。所以老师讲，这世修、这世成、这世若修无成，无法度真正达到菩提面的成就，无法度达到道无境的境界。那安尼，咱情有可原。安怎讲？因为咱过去以来秉性太重。咱即世的修行，太济，包含伫咱即世来到遮，咱的命脉太轻。啊，若安尼甲修，其实咱的心内吼，先好都甲你看了，都甲你看了。这世修，这世成了，咱真正达到道无境，要真正达到菩提面的境界。这世修，或者这世成，咱这世若修无成，情有可原，因为咱过去世到现在世，秉性太重，习性太济，命脉太轻。老师讲的毋是我讲，所以由此可见，咱即世修无成，来世好修无好。注意，爱讲肯定家己的。即世有修有行，即世准修无成，来世好修无好？好修。安怎讲？互我讲一个数字，讲数字，大家拢听到有啊。100分圆满，像迄今日考试讲100分满分，满分就是讲过圆满等来目标。咱过去世修比世毋知咱的，互咱讲咱过去世修50分落啊，一半嘛，对无？50分就讲也要成就，也要成就仙尊菩萨，也要成就迄人神仙，但是嘛无去做鬼魂，嘛无去做神仙，所以拄要徛伫人中班50分。咱即世修道，有伫道场咧参与，有咧行功了愿，有咧度人救人，增加10分也好。增加20分也好，甚至增加30分也好。哦，你讲即世修无成，增加多到40分，多到49分。伫60分到99分，拢无达到功德圆满，对无？但是咱生活这咱家己做，咱内底即表啊，我是叫咱先做家己想哦，就讲咱有咧新修是行无？毋是讲叫咱真正去家己讲定。咱修偌济，即世有修，比如讲我即世就是20分，我70，你100分是毋是还佫30？啊，来世算30分好修毋好？当然比即世高，我即世去50尔，我后世来70分嘞，甚至80分、90分嘞、90几分嘞，好修无？绝对比即世较好修，咱毋通讲伊。即世有修有行，绝对来世无即世若无成，来世绝对比即世较好修。啊，若安尼爱修毋免，上惊惊50分保持无调去麻辣师就来麻烦啊，敢是安尼？若50分，即世来50分，结果即世来
比成当时成绩未卖清50分，搁跳落到，搁叫马术倒剩30分的时阵，爱较艰苦手免。但是咱人就是拢安那，你敢知？人吼，有时啊家己若安怎样，会变面的，敢知影？有时会变面，安怎变面？后个代志。 要来倒，要来去倒，要来亲口诉实，要来道场咧行，拢无啥物代志，坐来道场咧行，尔坐来去倒了，尔坐亲在诉实了，代志不济，有迄个感觉无？敢有？早头互我讲，参咱大家参考的，一件一件拢无发生，一件一件一直过，后日咱有才会无看见。啊，你若拢无过，拢无发生，嘛甲藏的，后日咱有办法就接不接？接个口还是无过口好？对啦。 啊，所以伫这当中，这数字大家就看有啊。所以咱即世，互咱得着道，互咱要真诶只鼓励咱真守信，鼓励咱天公地德，鼓励咱大人救人，有毋对无？无毋对，是咱家己有时啊吼认无清楚，上不苦啊！真诶只还无说，逐班咧叫，得无闲啊，啥咧叫，毋捌太会晓交话吼。 毋对，若要实际来讲，互我咧讲，拢用迄个比喻。真正遮伫遐苦口婆心，啊，着逐班叫，啊，逐日咧叫，入来了，班人遐济，互我讲者笑诶，就像咱大陆一个小弟，咱方太太的班，互我者讲个小弟，迄个上下咧报开吼，着有人对伊讲到了完，就当了完诶。你敢知影？甲互我应一句安怎样？互我听者做爱笑。 讲叔叔，我有遐济冤人了呢，有无？咱有遐济冤人了无？敢有？咱吼遐讲6万多年来，关天介绍偌济，过去是到现在来，咱偌济因缘果报，咱有偌济冤人了。其实，互我甲讲。 了原是因为咱家己对家己所作所为一种谦虚的名词。以前人家来讲叫做啥？叫做行功立德。我无阵间袂晓来咧做。你向我一个解说说听听来讲，吼安尼哦，我也知，我想讲，我敢有遐济冤人了呢？咱讲有遐济冤人了，家己算看卖。所以要达到道无极，冤爱了。 冤爱了，冤若无了，会当干无？会，但是这咱爱会记住，咱爱会记住。所以，佛罗蜜多，佛罗蜜第二个意义叫做道无极，第三叫做冤理。佛罗蜜第三意义叫做冤理，就讲理去较远的，放较离的，想较开的，唔好讲咧，放较离的，想较开的，好讲好，大家嘛知影好讲，好做无？若好做世间不袂好，毋是安尼尔，啊，毋是安尼。 咱家算世间众生较济，佫较济。众生较济，佫较济。若以现象界有看到讲众生较济，佫较少啦。啊，若以无形的来讲，众生差不多白济。敢要信无？若以无形的来讲，众生差不多白济，因为。 佛看众生是佛啊，众生看众生是众生，众生看佛是佛，所以咱拄好差佛差伫倒。差伫佛的心。佛看众生是佛咯，咱众生看佛是佛咯，看众生是众生咯，无怪哦。 咱伫遮咧做众生，变就去变异啊！所谓之冤理，毋是叫咱离开作恶，
要使用，就爱清算、波动、前期方面、书面理据较我即摆无啊，即摆拢在家收钱。所谓之管理两字，毋是叫咱离开一切，毋是叫咱离开环境，毋是叫咱离开家庭，毋是哈，是阮离开颠倒梦想。圣经内面一句话，三世诸佛伫发这无落灭道苦，心无挂碍无挂碍苦，有恐怖远离颠倒妄想，会当达到究竟涅槃。所以，而这个无落灭叫做远离，要远离了颠倒妄想，毋是叫咱离开厝里，毋是叫咱离开工作，毋是叫咱离开生活，毋是叫咱离开上班，毋是，是离开了。心中内面的颠倒，咱心念所产生妄心、妄念、妄想，所以叫做远离。只有远离，才会当达到和平。所以这个叫啥？前这两个倒鼻间倒无经，叫做果。前一话。后壁这两个，这个关系叫啥？叫做修的功夫，叫做修的功夫。因为咱无远离颠倒妄想，咱所作所为、所行功立德的，所为什么真正正过去人来讲，伫行功立德了完的当中，咱毋通着想。毋通接受，接受叫做妄想。心念产生叫做颠倒。若要甲讲下，有时仔呢，咱爱去甲考虑，考虑啥？大人若如果我无上天上天自比大咱7分的，大人大一个3分，啊上天7分到10分，若无安尼鼓励，真正正免去。大人救人有影无有影，这是因为有切就亲的修持方法，有袂要转误的修持方法，今仔日咱拢达到1000考以上。咱拢会晓讲要照计受真，照常的命令，所以这个常是照的。互我做一个上简单的比喻，即阵看有着的无笑话，即阵敢是上？咱即大家看互我，即阵敢是上？即个臭皮囊敢是上？若无即个会收一无？袂，我经着照常。今仔日这只电脑伫遮，互我的资料拍入去，互我嘛，这只电脑这阵嘛叫做常，照常。凡是世间所有一切目睭看会到、心想会到的，拢叫做常。所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拢就是去到这个常，甲咱颠倒。安怎讲？拢认为这个是真的，这个上好。毋知影内面迄个佫较好。啊，上好这个上好啊，内面迄个较好。内面迄个较好，还是这个较好？拢好吼，对，正确。咱若讲内面这个较好，这个好就麻烦啊。所以讲，反正生活都有智慧哦。两个拢好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两个会使离开。照常啊，所以互我写伫遐照常，无即个袂当收迄个。但是咱拢将心甲放伫即个，互我毋是讲叫咱哦，啊，既然用心放伫即个，啊，第三个反应就叫我离开即个啊，无啊。拄则我讲，
颠倒妄想，就讲心不可接受，唔通接受。所以过去即讲，咱兄弟姊妹足济拢是讲，看到有诶拢着上，啊若无诶呢，看无着诶拢啥着空。所以空叫做妄想。空叫做妄想，幻想，幻想。所以人讲一句话，讲啥？做白日梦，倒来若砖头路，啊爬起来无半步，迄叫啥？迄叫做幻想，迄嘛叫做妄想。所以伫有诶、有相诶，一定做；伫无诶妄想当中，所以产生足侪妄心、妄念、妄想诶当中，这叫做一空。爱管理。啊，要安怎管理？重点佫是要安怎管理？唔爱方知影结果，但是方法要安怎做上重要。方法人知影怎做，有时啊走愈远，啊偏离愈远，是毋是安尼？要来台北，啊对家己对台中唔行，啊佫甲行对台南对高雄对屏东去，愈行愈远。为啥？方向唔对。为什么方向唔对？目标不清楚。目标无清楚，所以方向行唔对。而且才能特别做一个检讨。目标较重要，哎，方法较重要。啊？真正无迄个模拟两课拢重要，安怎讲？目标较重要，哎，方法较重要。目标。这会当选择啊。咱家己想看卖，目标重要，还方法重要。目标。无要紧啊，个人的感受无相像。互较讲，互较个人的感受啦。目标较重要。为什么目标较重要？目标无清楚，咱各位知影修学道要创啥无？敢知？修学道要创啥？我今日咱大家咧记他，毋是互咧讲，毋是互咧讲道理个。修学道要创啥？要达到方圆，要超才到世界到轮回，对毋对？对。毋茫想讲，我讲出来就着相啊，无影，咱有时啊修人爱修啊修一个，无时啊无迄个动力来行。修学道有时啊，心内爱想讲哦，我就是为了要人看会当，毋茫搁再来轮回生死话，会当到超生死脱轮回话，迄叫做啥？动力。所以迄个动力叫做啥？叫做愿。咱人想讲，迄叫做着相。迄着相是想想讲，我啊道人就是要来西方这个世界，我道人就是要探空中，我道人就是要后面咱人转来升仙做伙，迄毋才叫做着相。拢挂伫嘴里，叫做着相。啊，若无迄叫做动力。所以目标较重要。目标若无清楚，方向绝对做毋对。目标无清楚，要行倒去。像咱各位，互我做一个比如，要来台北，咱两只目标，台北要绝对行，要行倒去。方法有足一种，要来台北，坐飞机会到袂？骑到倒来会到袂？用行敢袂到？方法足一种，坐飞机较紧，还是开车较紧，还是骑车较紧，就用行较紧。大家把这坐飞机较紧，对无？所以方法足一种，但是目标一定要知影。毋通目标毋知影，讲要来台北啊坐飞泰国去哦，对无？还要来台北坐时段进来。哦，那坐去泰国啊，坐长途啊，佫袂歹，就即个来带人去玩的。哦对，好，所以目标重要，目标要清楚。今日咱修学道，什么款的目标，咱来知。但是方法，一项一项来实践。什么方法？就是远离了颠倒妄想。所以过去真正来讲，修行学道不该存在伫心中的，拢把放弃掉。哦，安尼话足快，当然咯。不该放伫心中的，不该遵守的，拢要甲放弃掉。所以呢，过去修行学道者，若伊道家的修行学道者，伊讲，若
要做戏，拢出来拢讲两字尔。滨岛毋是无钱咧赚的哈，咱若想讲滨岛可能干逐项拢无，较早像千里方面书办迄种，较早去秋山秋南科，逐项嘛拢无，对无？有影无？有影。但是逐项拢无是外在咱咧看无尔的，人内心足浮肿的，人内心足浮肿的，浮肿啥？这两个人去到对方袂使。所以滨岛伊是外在的物件无哈，是啥？是伊内心所有一切的颠倒妄想完全下去。那颠倒妄想这个，迄是一个概括。若要讲是两字颠倒妄想内面所包含的物件，佮讲较硬就讲太济啊。所以过去真正来讲，修学到将咱过去歹的行为习性，种种一切个贪嗔痴爱酒色代志，咱放掉，迄个就是啥？因为遐会甲咱颠倒妄想，咱会啥？咱会心境。所以爱反对。毋免若安尼听，若像安尼讲，就听着足简单，当然后袂到偌困难，困难伫对咧，敢知影？若像安尼讲就足简单啊，对毋对？对，但是困难伫对。像安尼讲就足简单的，对无？因为讲到遮，我嘛可以想一个笑话。所以专场哦，偌好，咱拢知影。迄拄着啊吼，听一半笑话，听一半人也袂歹呢。迄道歉哦，中老，因为咱伫遐无咧称呼道中的顺句，也无咧讲道中的语言，拢一般称呼。啊，你互我著较前面，著较少岁，20外岁生。